大家好，又係我一鏡自由旅居生活。如果喜歡我呢個頻道，請記得留言、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。今次帶大家睇下泰國羅勇嘅平價酒店選擇。今次呢條片係介紹一間我喺泰國羅勇住嘅平價酒店。雖然呢間酒店係比較舊啲，又冇健身房，又冇泳池呢啲設施，不過入面嘅環境都幾好，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呢間酒店係家庭式管理，老闆人好好嘅，有咩小問題都即刻幫你搞掂。除咗普通房，佢仲有啲獨立屋，好適合一家大細嚟旅行。我住嗰間係100零蚊一晚，細咗啲，但係環境係乾淨，裝修好似去朋友屋企借宿嗰啲咁嘅 feel。佢酒店前台咧都好隱蔽，我都揾咗好耐。原來佢係喺餐廳入面，嚴格嚟講應該叫做小賣部，唔係餐廳，因為佢冇熟食賣嘅，最多都係買下杯麵啊，佢俾熱水你。周圍都係木屋嘅設計咯，買啲零食啊、飲品啊，喺嗰度坐低 hea 一個下晝都唔錯。行入去仲有啲獨立屋，周圍養咗好多雞啊、豬啊咁，有啲小農場嘅 feel。但係如果醒瞓嘅朋友呢，可能呢度就唔係太啱你住啦，因為朝早會有雞啼。其實呢個酒店嘅佔地都幾大嘅。喺到呢個獨立屋嗰個部分咧，有好多涼亭啦，有好多停車位嘅地方啦。咁佢養豬嘅小農場都喺後面獨立屋嘅附近，路都好闊。夜晚到啦，係時間出去揾嘢食。呢度附近嘅餐廳咧好早收嘅，所以而家出去咧啲餐廳都差唔多收晒工啦。想食宵夜就可以嚟呢啲餐吧啦，餐吧又可以聽歌，又可以hea下。呢度好多本地人嘅，氣氛幾好。我點咗啤酒啦，點咗一啲小食啦。點咗個炒飯，坐低冇耐，隔離台本地姐姐都已經忍唔住起身跳舞啦。外國人都會嘅，不過我就唔敢啦。酒吧嘅氣氛咧就越夜越好嘅，啲後生仔女就各有各跳舞。雖然呢度冇你喺曼谷啊、芭提雅嗰啲酒吧咁
黃，但係夠接地氣。呢度係泰國人嘅主場。坐低冇耐，竟然有咁多吉台喺呢個 live band 嘅前面。如果晏少少過嚟，就啱啱可以坐到呢啲位，對到正嚟睇，咁先有 feel 㗎嘛。唔覺，咁啊坐咗2個鐘，係時間返酒店。由呢度返酒店呢，大概10分鐘左右。夜晚行呢就冇日頭咁焗啦，收個太陽舒服好多。一路行嘅士多啊、雜貨鋪啊都閂門啦，所以條街冇乜人。久唔久有架電單車經過啦。提大家記得去超級市場買支蚊怕水同埋電蚊香。如果去唔到超市，去便利店都好，都買支蚊怕水。因為呢度呢係好鬼多蚊嘅，尤其是我住嗰個酒店呢，久唔久一隻飛咗入嚟都好煩，所以記得買蚊怕水。就算喺街都好呢，都特別多蚊。差唔多行到返去啦，呢條路特別靜，路燈照處，微風吹處，可能呢啲就係我一路追求嘅寧靜。今集就分享到呢度，記得留言、點讚、訂閱啦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